又話識啦，送水冇前途啊！你隔2日鐘開始翻水倉會死噶喎。我都想死啦！ 7點幾鐘又出發啦，唉。又獨行舊地，遇着難路遇灑遍地，路正人寂寞，這痛哭的與途人懶去作躲避。100米後到達目的地。急屎啊！好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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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咪裝水啦，等我自己屙完屎先啦。買翻嚟啦。啊，咁快屙完啦？冇紙巾。冇而家100桶、50桶，佢新店埋啦，認識住又未擺得到佢。好唔好？150桶裝車。如阿姨，我不想努力了，為了 iPhone 讚佢嬌俏，車態度當日天要。搞正！哇，走人！龍江。喺度啊？邊間鋪頭食？呢間定呢間？呢間係嘛？往前啊嘛。啊，小心啊！首先唔得，慢慢嚟，慢慢去。再盤兩。啊，靚晒。搭2層算咯，不如。係啊，3層驚揼佢。 3日低揼啊，驚揼親佢啊！35斤乘以16，佢幾百斤要揼我，揼死人嘅會。好，搞掂晒，我開埋張合同俾你先，2份，你簽埋名，簽完幫我蓋章俾你。OK，走啦嚇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